正面是媽祖，變過來是警察最好，象徵信用守護、甲治安守護的雙重力量。這是台南市警察局第5分局甲開基天後組別所共同推出的限量小心意。台南治安壞事行動，穩健執行，大為競技。大家平安。趁着舊曆3月23聖誕進前向媽祖參拜，同時舉行過路祈福儀式，增添祝福。這屆設計以藍色為主，呼應天上福星、海上女神的意象，傳達穩定甲安心的情緒。圖案以Q8媽祖呈現，在圓潤柔和的造型當中，悠然保留中央法相。開基天後祖廟是我們北區的重要信仰中心，也是國定古蹟。本次活動感謝廟方大力支持，提供限量聯名小神衣。我們除了會運用在反詐騙及交安宣導之外，也會分送給分局各位同仁，將廟方的祝福傳遞，凝聚團隊向心力，共同來守護市民的安全。開基天後祖廟是府城上早的媽祖廟之一，見證台灣宗教文化甲歷史。這回甲5分局合作，唔但要傳達媽祖庇佑，更愛提醒市民遵守交通規則，共同守護府城安全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